Hello，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本，欢迎收看福建乐业。由3月开始，强美大家越来越重视食品的安全。原因呢，是前几年啊，油品无新油的新闻事件爆出来之后，大家都真重视的哟，是还有些东西一定要注意。不过除了重视讲，有个油係咪天然的啦，又係講注意佢嘅身體之外呢，有人一條油唔認識麼？像橄欖油啦，又係講沙拉油、赤灰油嗰種，大家真是有認識嗎？唔係，大家有聽過講有一種東方嘅橄欖油，人哋嘅苦茶油、苦茶油，大家有聽過麼？聽講啊，係一種清好嘅油呢。不過一種油到底貼喺田內呢？今日呢，我哋就貼喺邀請到專門生產一個苦茶油、苦茶油嘅油品公司嘅董事長來到節目現場，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哦。我哋馬上來邀請佢吧，歡迎我哋副發人董事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鄉親，大家好。我係誠信油品公司的副發人。歡迎董事長來到節目現場。哇，等一下呢，就會麻煩董事長來帶我哋認識一個談講千難得的苦茶油咯。董事長先請教一下人哋講苦茶油啊，你能專門喺度生產一個苦茶油，談講下生產一段時間呢，係咪啊？就是按你生產一種嘅油品也有啲94年咯。啲越南嘅生產開始啦，我哋越南嘅因為我喺越南係20人嘅，我哋做安尼器材安尼零件製造品安尼賣啦有看到越南嘅咧有出安尼苦茶樹，有安尼苦茶汁，所以我都同佢哋研討講，有一樣原料，都有去2-3個朋友你討論過，安尼來也嚟做，因為啲冬天有啲原料啦，有啲人工個俗啦，所以都啲開始我哋做一個安尼用，要做好嘅收過來台灣，係講嗰個人工俗原料，又當然安尼啲產品成本都過大咩，過來台灣嘅安尼。希望講用過大嘅價來回饋嘅本地嘅消費者大家來使用到安尼好嘅油啦。都可以到安尼電信嘅安尼地溝油入來，伊嘛啲越南伊啲越南入來意思，越南過來嘅所以安尼嘅過來油嘛是一啲安尼產地都係越南嘛咁樣好嘅標籤，出產咧嘅價咧大咧越南嘛。所以佢係台灣人嘛啲啊講越南旅遊安尼啲果油嗰啲海鮮油過來，安尼植物油過去嘅。因為有人講而家油安尼落葉先，攏把人個油真正過啦。所以其實安尼個油一本台灣嘅衛福部食藥署檢驗起來，驗核准驗準過嘅，咁樣做啲進口過台灣。佢係定個驗檢驗起來要係台灣咧。喺越南嘅經濟文化辦事處嘅人員工廠看實體去驗看，個時咧買賣也係真實嘅製造，真是有在做油嘅，真是喺做嘅。所以安尼嘅設備嘛，佢總稱落一啲台灣過去，儀器啦當然佢咧檢驗儀器，越南政府嘛有規定，唔做乜嘅油每天，我有乜嘅儀器嚟檢驗嘛。所以也參嘅，佢參嘅嘛。因為嗰段時間同越南邊台灣一嚟，安尼仲啱好，樣做隻油售過來。就本上，董事長原本係喺越南做嘅器材嘅零件嘛，看到有個冬天有睇用苦茶油嘛？冬天冇，人種出來嘅安尼原料，佢仲嘅大量嘅元素，人都啲變健康但是有苦茶油嘅原料係北方洋油越南全長是2000公里油分攏擺分南邊嘛，人講喺北野北野都河內嗰個地方，你依家在個深山嗰安尼山峰嘅地帶，釀做有啲安尼氣候土壤有法度種出來咧，南方冇一天喺北方，所以。人家咧種出來嘅價格仲嘅大量嘅人去屬於啦。我哋有咩同人當天嘅我好朋友越南人啦，我有咩以土地改造，我有咩睇種植感咧。佢我安尼養嘅我哋去
幫裝裝好嘅，我哋工廠裝才1年人嘅，因為生差唔多1,000人過，我哋用嘅比伊嘛總50斤嘅。鄉下嚟種有嘅茶樹，見到進入第5年嘅，就樹體大啦，但係數量係冇咁多啦。你董事長，我問你咧，真基本嘅問題，因為我真好奇係講，人哋米擺糖到下吼，苦茶油，人哋會講茶籽油，到底佢嘅茶籽油嘅茶樹係佢喺樹頭嘅嘛？吼，係咪？當然，一種咧，人講啊，喺中部嚟講，嗬，人家講啊啲茶籽油啦，有人講苦茶油啦，有啲人講有啲咧苦嗬，咁有個油嘅苦苦啊，有人講啊茶油，其實茶油同苦茶油、茶籽油冇相同，茶油係咧原始嘅提茶樹方打嘅嗰種嘅籽啊。佢做出來嘅咁樣很多茶油，啱有個苦茶油嘅樹嘅睇頭，台灣廠啲苗栗嘅方面嘅3萬林種嗰度，有嗰啲人類都有100個人咧，茶樹都很有，嗰啲苦茶所以而家打出來嗰啲一粒啊，而家都從一葉是唔得，一般咧茶油都用嗰啲茶樹行業種嘅葉是的嗰啲。嚟做嘅油，按一種苦茶油係另外一種嘅茶樹所生出來，一年都數上100嘅。都會按呢，因為有種聽到有啲問題吼，困擾我請教嘅，明白糖多嘅時候，到底茶油、茶籽油同苦茶油到底佢哋有冇嘅冇相同？因為大部分嚟講，茶油係一般可以食得嘅茶葉嗰種嘅做出來嘅油嘛。嗰種茶樹嘛，嗰種嘅油是經磨人哋50年嘅事，因為伊底部成分營養價值冇苦茶油咁好，意思是做出來個香嘅啦，個底部嘅成分嘛嗰啲冇安尼啊，弄白人都苦嘛油都好肉都深嘛，做得有啲嘅甜嘅油可以，可能個少人嚟做，平日等年嚟聽人講咧，仲講一個人用嗰種咧苦茶油、茶籽油，家啲有方面去發展。用嘅係無窮嘅樹嘅，係啦，無窮樣啦。好啊，安尼都好，多謝董事長解答我嘅疑惑。也身上有嘅觀眾朋友可能也唔知啊嘅哦。冇可能，我諗下有咩唔知？係咩款樹啊？去網絡上吼，安尼去辦啲資料嚟講，我諗下同相同，係嘛唔知呢？我做機器人，我底下啦，我所以我去看樹，我去看嘅資料吼，樣底下茶油。苦茶油、茶籽油，我樣混得出來相同啦。按你講嘅董事長自家也有講啊，以前佢做嘅零件、器材零件都更加好，佢做一個油品，用嘅係無窮嘅專業嘅領域。用睇下用嘅無窮嘅領域，地方除了自家去努力去學習之外，轉換之外，硬去請教其他像專家啦，也係講欣賞嘛，喺做油方面啊。有啦，隔啲行路隔啲神嘛，當然我哋做零件嘅，做器材零件佢要做舊嘅要經驗咧，轉行過來。佢係轉行之前我差唔多將近半年我冇出去同朋友嗰度啉酒，當然他出去見我交流攏咁冇嘅，燈紅酒啲天威嘛，冇出去，每日都睇一看書，辦嗰啲網絡嗰方面，台灣資訊嗰發達，我辦乜嘅資料就辦起來看，我哋啲學唔可以咁樣請台灣嘅古董嘅朋友同我哋簽機器，台灣啲機器一分類都可以學，專業嘅機器廠專門買，人做嘅機器專門學，嗰嚟做油，古董嘅朋友請你到越南去教我。伊當然我再教越南人嘛，伊家講我再去教越南人。啲當然啦，乜嘅行業唔論認真去學啦，我表家過來，我想同我再去台灣嘅做油嘅工廠去看，將去苗栗咩12啦、南莊啦，嗰度幾有名嘅嘛。當然，假意嘅就係要，我嗰度好朋友，我帶我去看啊。
看几个一个学，一个去分析，用嚟做个学，有啦嘛，所以人第一门啦吼，学前都考七卡嘅安尼啊。系啊，不过虽然人哋讲两个领域喺无可能嘅怎样，不过谈讲董事长能很特别有用到以前喺做零件嘅经验来改自家嘅公司底部加油嘅设备係咩啊？一定愛啦，買迄個機器，伊個本體，本體現同設計好，你一本人左右，按個身邊嗰度安尼西方啊，人都無合度嘅，安尼一天做安尼，啲做機做安尼生產人員一天講求嘅安尼產量嘛，講求一天要比產量個提高嘛，所以安尼要去改，安尼天啦，講啊，主邊咧西方咧，改過來結合起來，安尼產量比人高多，所以安尼做機器伊之後伊越南像講，我呀人講唔會這樣嚟改，安尼人體工學啦，種啦，我伊嘛學幾多呢？你說以前嘅經驗係有聽數到，有聽數到啦，一定有。安尼董事長，頭都有講到嘅伊咧關鍵字我哋講產量啦，苦茶油之所以佢真難得、真貴，係講佢嘅產量無太係咩安尼？其實一啲菜樹安尼講啲3檔講安尼菜下來，講安尼一曬下去變油安尼啊，而家100斤啊，差唔多把它做到5斤。嚇，100斤真可以做出5斤嘅苦茶油？而家一種嘅果實嘅攞俾佢哋學可以曬，可以脫下，地部有記下咧嘅鹽啊，安尼講嗰種果實，無色嘅，咖啡色無色嘅也有。你睇拿地杯嘅，拿去做油，100斤有法度做到5斤出來。你當然用辦去炸張機啊，無法度好本機嘅產量過太是100斤，樣嘅炸都用5斤安尼。有啲人如果伊炸出來。像4斤人啊，你都講炸出來超過，也仲有啲可能係機器啦。唔啲一條花機器係蠻少嘅嚇，按如做啲中間用嚟調整，按你因為做啊5斤人嘛有。當然佢都嗰度配合啦，燃料嘅乾燥度啦，按嘢嘅安尼烘焙嘅時間啦，種配合咗機器嘅密合度也有啦。但是佢話呢個台灣嚟做機器嘅人真係唔會。雖然細嘅結果，唔過咱們都世界第一咧呢。真是觀眾朋友，哇！董事長安尼介紹，大家會唔會更加有興趣講？真難得的苦茶油，到底可以用辦種出來呢？唔怕，試咧茶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喲。大家攏佇講苦茶油幾好幾難得，唔過佇到底難得喺哪？有好嘅喺哪呢？繼續來請教董事長咯。董事長，安尼啊，頭有聽人講嘅苦茶油真難得真榨出來嘅量過少。安尼今年喺種嘅時節，會唔會先講種其他嘅品種有分嘛？有講哪種嘅油過多嘅有哪種嘅油過少嘅？有安尼分嘛？有啦，佢像台灣喺總結睇咗係越南用一種太，人講安尼大粒果，一種小粒果，小粒果如安尼台灣沒有你嗰個天王嗰個原生種，嗰種嘅油質佔唔過數量會少，見大部分啦台灣用嗰個大粒果，大粒果就是一粒果實伊長出來，個果紅細掰開來，地部有3粒、5粒、7粒。有的甚至有10粒嘅麻油啦，嗰啲細緻安尼。佢地杯安尼鹽人講安尼嘅鹽，所以有分啦，有分講安尼，也仲係數嘅安尼種類啦。當然像氣候嘛有關係啦，唔計像苗啲嘅嚟種咧，講嗰陣人介紹話，兩擺嘛有同高雄嘅安尼拉馬夏嘅嚟買呢，比屏東嘅茂林嘅。同花蓮屏東，安尼花蓮推動嘅，比起來，人哋出油量都冇相同嘅。所以有氣候有土質嘅關係
哦。你董事长根本你带过来前面那个就会苦茶的籽嘛，硬的嘛。叫做一粒果实吼，伊个啲个菜树下来吼，再去晒，伊一晒吼，一见到日头可能几点钟咧就要拔开来。你开口笑，你打开来。打开来都可以准备炸油。你有拔开来，个籽也拿出来。个风呢，也他家就会熟。鬼安尼向前个就会他家熟鬼吼。也做安尼炖皮料啊。个好可以做皮料。做皮料人今仔日讲啊，有炖的营养的天营养吼。伊再去种菜种嘛个，唔是野皮料啊，专门皮啊。按过来个热人还在晒。晒一餐的时间，晒来多。安尼水分又得多，佢拔一下吼，安尼有损为工厂一样。唔係講夾菜樹下來之後，拔開來，都可以馬上來炸油，行可以曬過。安尼再曬下吼，安尼用安尼乾燥儀器吼，來切刀吼，去拔一下吼，都可以走嘅啦。讓希望伊地杯含會流過嗰度水分啊，佢唔使左右期間吼，對個油質啊。都講無很好，所以安尼咧，伫安尼向下吼，曬起安尼儀器一定要帶過去。也分機啊，喺天風曬嘛吼，也留意咧，個做白嘅啊，個慢白嘅，安尼要分開來。夾喺邊攞到啦。所以一定要乾燥啊，摕拔一下。安尼對安尼以後嘅左右嘅品質嘅水分啊，讓控制會好啦。你董事長能用曬啦，曬日頭有時就要強講嘅落熱啦，要嘅平均嚟講，一般會曬一嚿啊。去曬依樣嘅菜下來都熟嘅得吼，10個年。10個年。總唔得用嘅機器來行嗎？當然是安尼南部個有利嘅吼，安尼樣搶南部做陣用日頭曬，北部人嘅偏吼，幾下嘅時間吼，菜樹幾下時間，在北嘅地方，要佢出嚟落雨。所以人都用安尼。機器嘅乾燥嘛吼，安尼用日頭，幾下年南部係日頭，超老虎嘅時節，啲日頭3面辣，睇動作啊，去爬兩下都眼神太好，所以安尼油位安好，都係用日頭天天嚟曬，天天嚟曬，安用機器嘅乾燥嘅吼，一滾一下去，我調一道土嘛要，幾多點鐘拿出來，伊喺度。熟走嘅嘛，係啊，佢時間過夾㗎，叫溫天啊，所以人咧油，如果人講啊，佢油做嚟佢講硬啦，可能佢個油如果嚟講啦，一種嘅油嘅風味，仲使慢慢嚟鎖層嘛，而且油都薄，啲風味絕對唔會走嘅。雖然講品質都幾好，唔過其實嘅風味其實味道地位都踩實。有一天我油啊呢專家吼，人一批人都第一日頭使邊人咧建議。嗰種咧，我話批唔出來，真是的喲！我雖然咧有安尼考過嚟證照，所以安尼嗰度有賣過嚟，伊安尼，伊個再一打馬去，批啊有啲也有，也用鐵的啦，用牙石的啦，當然安尼咧，面試都同人都冇想到，伊冇批就批唔出來，真是有安尼差別的，真是可以嚟吃出來先呢。去推動花蓮嘅吼，像安尼過2年來，伊咪上去推動花蓮嘅看吼，已經是打差唔多像因為睇啲嘢啦吼，去看啊，可能研究同人嘢安尼除草劑嘛吼，別花安尼約嘅去除草嘛，別做唔得，安尼要去看人家間用人工吼，啲割草嘅吼，見草嘅。嘛，嗰個產係要個嘅落，人家開始有落安尼落雨啊，落錯嘅講過起來，安尼建議人哦，一強制冇講強制執行啦，你聽過拜託人講絕對唔好同人用嚟講啊，而家安尼種嚟驗過去吼，會有安尼農藥殘留嘅問題啊，所以安尼嘛，記下同人批下啲農夫吼，安尼要個嘅家私同樹，但是唔可以同人用藥嘅，包括化學皮料。安尼有從安尼推動嘅研究所嘅研究推薦人買嘅皮料，適合嘅苦茶樹適的，而家對土質也唔會變化，對樹嘅生長也好，對結果也好，也種嘅皮料，千萬唔通變咗，當然化學皮料嘢啊，佢強咯，生喺佢睇頭啊，嘅仲咩安尼生出嚟安尼果實吼。
一掺的以后啦，不会过好啦。安尼谈好咧，董事长，你能做油的苦茶籽哈，你能这个树诶，也是讲大家客药中诶，全部是用自然农法种出来，冇啥药嘅，冇做嘅发挥皮料，用天然的方式来做一个除草嘅条，系咩安尼？系啊，所以安尼过一长时间都会过去个人，大家感情联络一下嘛，顺便呢了解讲，安尼个安尼苦茶树上作用诶，所以我咱们时候讲。红台一个啊，也太一个啊，人家种咧都会影响到人咧山质感红台一刷个会跌啊，所以安尼一行有咩过去同安尼农夫嗰度合作嘅农夫他甲安尼行啊咧，安尼董事长越南那片毛笋啊，安尼先唔讲，安尼这个喺讲台湾这个神山人有种诶，大部分系同嘅花莲推动嘅片嘅树嘛，安尼。树上的个季节啊，苦茶籽嘅树上的季节，它有个係睇哪一條樹？伊安尼樹上嘅要同大家咧安尼農夫講你來叫佢樹，我會去，我唔來叫，我聽到去啊，都嘅。幾年都幾年之間嘅方面是防止講已經跌下來天下有啲有冇鹽起來嘛？佢跌下天下已經留到去接觸到嗰啲天嚟講咧，留到係爛起嘅。而家再鹽下去，佢會污染到我嘅河嘅啲原料啊。我說跌下天嚟講就做唔得了。佢做咩好？鹽嘅。佢所以安尼嘛要頭日咧，佢所做嘅佢所樹台灣咧自己，嘛發現到佢哋鄉下嘅要再脫光咧，而家變烏起嚟。有迄個已經有安尼霉菌喺度發生咧，佢跟壞啲東西就做唔得作用嘅。真是炸出來一滴油點進去都全部冇作用。安尼啊，因為而家安尼霉菌伊天會產生黃麴毒素，種咧安尼唔好咧會沉入去啦。總係盡量安尼打開嘅，伊看到嘅安尼都想來隔離啊。唔好比伊安尼再強人天天嚟解脫過。所以人菜樹嘅安尼。伊啊，迄一副啊，迄個2-3日啦。安尼農家人迄啊，就識得迄得。安尼談好咧，其實董事長人自家還會親自下去聽樹上，樹古人人這個樹古人啊，頭都有面到講，董事長能講，一定要用曬的咧，做唔得用機器嘛吼。唔能天來曬啊，更加還有按法的重體可以來曬啊，就苦茶的籽嘛，應該用人的樹風來兩千太呢。樹風起來我就講過啊，上啲山當過同人聽樹啦。其實一方面，安尼平地人做事也做唔贏人，人出名啦。人家嗰啲山當我拔下來，你家嘅人咧做啲他個聽樹用嘅啦。我採樹下來嘅呢，我敞開2-3日嚟，我敞開松骨咧，我人來古強岐山。喺岐山嘅唔樣有安尼山河園原來放佢唔樣有磨平，嗰磨平我食嘅好多嘅磨平嚟洗，留到啲苗頭前，佢去洗有啲好處啦。一方面係因人要做啲佢去同鄉親他講呢聊啊，又有洗頭好做佢去行啊，一聽到磨平冇土啦，佢一樣按多呢，一般買10個噸嚟曬呢，所以換皮啦，要去換皮來。因為唔過一曬走啊，佢一割開去，伊面積都走出來。伊學薄起嚟，佢都越來越呢，所以因換皮啊。一擺都一皮來一皮來安尼。啲一皮下去一定會面積更大嘛，因為講連動嘅因咧好限體嘅嘛。都因些。後先面都嘅越嚟越少一些，因為佢好多脱下來嘅。哇！以前人哋磨平前面人哋講磨平係曬過嘅，而家人拿來係曬嘅苦茶籽。係啦。安尼人自家睇嘅係順勢可以做嘅情感嘅交流啊，鄉親談到啲白人過去談到曬啊條籽嘅，其實我唔係親好奇新神奇講，你做乜嘅我嚟曬啊條東西？啲白天然樹過去啊曬嘅啊，嘅美人我8個人嚟看啊。8個人哦，也唔是看過，因為安尼鄉下資源做生意好多，他也冇唔是看過。
我天天嚟跟人解釋解釋個用嘅裝用嘅裝。然之後先佢做到空起來，做啊，一下呢一路嚟下同人天數博緊呢茶字啊呢，真是鬼神奇吼！觀眾朋友，糖豆鴉片啊，人哋念呢，無屏前面喺西國嘅更加可以拿來洗嘅苦茶汁呢，其實係唔係真神奇呢？不過睇下洗苦茶汁嘅世界，又還有其他哪條神奇嘅故事呢？人哋休息一下，繼續來聽董事長分享哦。就到董事長有講，今年摘下來嘅苦茶汁啊，和鐵皮板啲火風來洗呢，睇洗嘅時節有冇個神奇嘅故事呢？繼續請教董事長咯。董事長，能在洗嘅苦茶汁嘅時節，都有講嘛？鐵皮嘅時節8個年代看哦，按多年代看，大家應該係看過洗過，冇看過洗嗰種茶汁啊。能聽說嘅時節啊，有發生過有冇個其他個奇妙嘅事情？鄉親朋友唔知係拿過來，有拿空來批，拿空來吃過冇？有啦，一種當然講叫做係寫言嘅嗬，係會推，係貴洗嘅茶室，係都佢睇希望係寫言中係會帶貴。聽說以外，你同佢同一條蘇博北面一條，一條講客話。係佢強人以後佢客話記唔得啦。係聽佢。強脾氣，一聽我講唔出嘛唔怕。你幾好？伊咧點他家都點面農辦過來，啲岐山鎮伊咧部落，像伊咧岐山鎮像人哋部落客家人嘅。佢哋有姿態相都相重啦。你個3年前就成立咧有客委會啊，同人成立咧客家文化推廣。都伊咧幾有書下，你做就幾有書下啦。我記得成立咧，而家要做呢，他搞不要嗰度蘇北面嗰度邊個睇寫書嘅人啦，營養啲做呢弄把人做過嘅梳把啦，將什麼山東嘅梳把啦，寫幾個嘅梳把啦，用嚟去做嗰度呢。辦嘅我去拜神，有啲人像咁嘅寫來啊，要做呢神殿辦，聽日就弄漸都會記唔得咧。人就成立嘅以後，然後慢慢嚟將嘅弄拜人作為經驗，慢慢傳承嗰啲。本後推人可能就弄拜人用嚟去做。安尼談講咧，董事長，能嗰邊無通係但像迄個西子韓講，嗰係一個客家文化交流嘅地方，錯唔錯？可以嘅天數，除了天數，還可以練習客話，交流一下頭擺神法，我哋用版神法咧客家嘅文化嗰度，就是嗰時節，大家可以用一個機會，互相來交流，係咪安尼？又加有一個親和嘅機會，唔但像嗰個天數洗嘅苦茶汁咧。當然洗起下本來咧用前他嘅了解講一個苦茶汁，用嚟洗走做油出來。你附近嘅呢佢係學教比如小學啦、中學啦，有嗰啲個特殊嘅呢團體啊，人有去看到呢客委會嘅報道，因為帶寫人嚟去看，專門帶寫人嚟認識一下，人哋嘅啲8個人呢課堂嘅看，而家8個人咧，即係人哋嘅廟行，廟行咧，人家主講嗰個人準備搞個寫人嚟做班咧，用嚟做個紅班咧，做本寫人，寫人一再帶過來看，用嚟洗呢苦茶汁，寫人咧專門去摸啦，我要用啊，專門可愛，所以有嗰度團體我在意嗰嚟看。嗰種人，你家南番人家嗰時有看過呢，所以有啲個人咧看到嘅，有
安尼时差带也没调工来看嘛有啊。去一个做一个事情吼，使只可以先本大家夫君吼来做一个感情的联系吼交流。啊，第二咧，顺势来推广一个人哋讲嘅教育啦吼，环境教育也好，啊，生农嘅教育也好，来认识一啲人哋平常看唔到，咁我嘛看到嘅视频，我用辦去認識啊安全。啊，唔過講到一片董事長，講到一個涉案嘅部分啊，人哋含情講到，人哋一個油按難得啦吼，人哋按用板來先講來分別吼，你看根本你帶來按到一個油，人哋按用板來分區別講好嘅苦茶油，係啊。像一般啦吼，安尼喺市面上吼，要去看到嗰種人安尼。送個茶出來做個苦茶有得賣吼，當然啦吼，人做個人啊模仿片個人評論講人個做到好啊唔好啦。每個人認識一個油，哦，你聽一啲像人個油吼，一個咱們清澈透光，哦，個油喺講安尼18呢安尼渾濁，哦，能見安尼透光力不好，個力都玻璃都冇好，安尼油喺工廠做出來個人。用安尼專利嘅鋰王啊，吼，啲16套嘅鋰王，啲鋰嘅安尼油，個油你做出來金當當到啦。哦，啊個油一天吼，我比個雜質嗰條，而家你茶鋪嗰啲厲害，個油一天樣就咪。唔會搶油，乜嘅其他動作唔得。除了安尼以外吼，安尼油做出來，安尼自家地波油安尼檢驗嘅儀器，哦，安尼檢驗水分。酸加，哦，啊個飽和脂肪酸等等，哦，安尼驗起咧，啊將個報告啊送去蘋果大嘅，安尼同蘋果大是產學合作，不是搶個市場同人指頭個，安尼也比做出來油，安尼，啊油又再搶蘋果大同人驗一擺，啊驗起咧，因為安尼市面上會去啲販賣嘅都係馬油咧公證單位，同蘋果大有產學合作，馬冇一天。演示安尼啦，安尼拿 SGS， 哦，我喺3套嘅檢驗啦，哦，我檢驗出來，啊，中程度3種一堆啊，迄中程度符合，也表示講啊，安尼做油吼是安尼啦，佢酸價佢重要啦，酸價政府睇規定講啊，一天一天以下，哦，安尼做出來加個0.2、0.4，安尼嘅因為原料佢是管制得好，因新鮮嘅原料做出來油。絕對都好，唔冇迄咁多抹嘅，安尼唔冇做出來油絕對好。啊，當然啦，啲自由上有啲管制啊，吼，而家嘅安尼啲烘焙嘅安尼時間嘅溫度啦，哦，啊唔嘅安尼醃料嘅時間啦，哦，啊唔嘅做油嘅安尼攞成嘅咩種啦，你聽結合出來，所以能做出來油，兩年後安尼油再拿出來。再化驗嘅酸價就是我們講的新鮮度啦，有新鮮冇啦，哦，2年後可能油拿出來再驗，冇超過一，變化都一時時嘅，所以安尼油告訴同消費者同人買嘢講，也油用起嚟，盡量都係講喺變相，擺同講喺變相。哦，一定要變頓嘅，因為出產一種嘅東西吼，安尼做嘅純嘅油啦，安尼咱冇去加乜嘅。東西嚟到種喺油，你安尼做出嚟，冇去加，安尼抹個東，安尼抗氧化劑抹種喺度純嘅油安尼，啊個油是安尼，你一打開來都會接觸到空氣嘛，哦，啊留到啲雅詩糖身邊煮安尼，煮出嚟水風全水，後來會點一批，哦，啊因為可以降水啊，一滴到水吼，而家都開始啲變化嘅，哦，人哋從買呢鄉下鄉土嘛，嘅。侬擺人爸爸媽媽人如果鹹菜啊，你去拿水天去搶，喺無論用安尼專用嘅東西夾出，做唔得一些水蟹，一些下水就會成個啪啪嘅安尼轉出來嘛。哦，所以安尼油，你講哦，佢麻煩呢，唔嘅油打開來裝起來放喺冰箱，永遠保持新鮮啦。哦，唔嘅放喺冰箱也質唔會變嘅。啊，你講放喺電雅詩喺身邊啦，伊個溫度安高，伊嘛會變化呢。所以安尼油吼，純油安尼啦，愛天愛保存比好，永遠唔嘅油濕到嚟，風味抹都唔會借開。
啊，鲜度好油呢，最重要的讲，不用摕平常度伫要保存，啊，嘛个最好的保存呢，夹水下来去，系咪安尼？啊，当然，安尼人都过生嘛吼，免到个油温贵，生啊用吼，啊生啊用唔怕啦，啊你爱停放喺冰箱，迄唔放冰箱啊，唔好放你攞杯，萬一條走咗嘛所唔定咧。哦，油一種嘅油吼，純嘅油吼，伊暫面強安尼，馬上就會變質的，安尼高溫啦，哦，你暫面強啦，一天會變啦。唔過橄欖油嘛相同咧，你使到熱頭，呢種油都差唔多啦。因為油嘅種嘅東西吼，天然日常嘅生活中間吼，咱們要用到，我煎我煮煎肉炒菜嘛嘅，剃頭一天要用油去做人媒介，因為都將嘅安尼備煮哦。肉絲啦，吼，菜長菜米絲，因為都加嘅油安尼引出來，哦，所以油好重要呢。安尼董事長講到料理嘅部分啊，我想請教一下，苦茶油其適合嘅料理係哪一種啊？適合嘅料理吼，安尼最傳統嘅做法就講啊，用安尼做安尼苦茶油雞啦。哦，東北人吼做嘢嘅係麻油嘛，啊麻油講起來也有也好處，也有也。嗰唔好啲可能會個燥熱，哦個燥熱，今年人吼，家適安尼做嘢啦吼，做椰子中心也相同嘅，賣團嚟賣嗰度去，做安尼苦茶油雞，啊而家做苦茶油雞、苦茶油麵線、苦茶油幾啊種嘅料理種嘅油，安尼佢參咩吼，因為有請蘋果大安尼料理嘅教授吼，仲安尼研發20人種嘅安尼料理出嚟，用苦茶油吼，但都去做。哦，所以伊個製法吼，安尼苦茶油製法，伊剪跟肉片剪個安尼黃個啊，唔是薑姜嘛，唔是薑麻調味料，伊吃完吼也個安尼米絲啊，哦，種黃個只把尾安尼黃上米咩哈，伊要苦茶油要同解過去，要同解下，哦，啊個肉相同嘛，肉唔咩油，總係吃個豬肉牛肉咯，一定會有嗰種嘅腥味，哦，用苦茶油同其他油。煮起來冇相同，苦茶油煮起來切對肉質好，風味咱們好。按特別到，按你吃有限的時間，真是要來吃看下先呢。雖然講油啊，係我哋平時生活料理嘅一部分，不過佢嘅品質好也唔好呢，會影響到我哋自家嘅健康哦。今日啊，這段也嘅董事長嘅分享，也希望同大家可以建議咧，用辦來保存好嘅油，用好嘅油。哦，剩下呢，本有嘅安好嘅苦茶油，再一次本大家來受到重視同利用哦。感謝董事長今日帶來安和堂嘅故事同經驗嘅分享，多謝你哦。啊，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我安尼吃好油啦，我希望大家呢身體健康。雖然講食好油為健康，不過真實嘅健康還係運動一下吧。馬上聽段先生來同一下咯。各位鄉親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王正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嘅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日教大家人嘅動作呢係引戰步式，引戰步式呢係從老鷹那東西是的是步東西是的動作。今日呢我哋呢腳呢腳點方來，右腳眼神咧從了地做腳，右手交叉地靠喺胸下，我哋天天咧跳起起來，我哋跳嚟數放出去，我數字向下背，嚇，轉腰骨，轉對後背，我哋咧跳哪看後背，也很多人講老鷹展翅飛翔嘅時節，講我哋數做腳。左手變個單方，左腳豎起起來，嚇，變咧左腳標聳來。啊，我哋左手標起來時節，我哋咧眼神天天咧跳起來，跳起來變咧我哋咧左腳喺前面，左手又喺下半。啊，我哋轉咧時節，我哋咧腰骨向左邊轉過去。啊，我哋咧眼神轉過去時，我哋跳來向陽平頓來轉。啊，我哋向陽。眼神咧從了啲左腳，我哋咧右腳豎起來，右手啲單方，
我哋用眼神天天嚟调放起来，转的时间由过一转，看你后背，眼珠看后背。过来我哋呢一数脚嘅时间，我哋呢左脚，然后呢眼神呢从了伫右脚。我哋做数，我哋跳做数伫当方，我哋呢眼神一跳放嚟时间呢，天天呢脚天天呢弹放起来，做数伫下背，眼神转对左边，眼珠停顿嚟看对，头脑停顿嚟看嚟后背去，也系我哋左右做嘅时间。今日呢，我示范本他讲人看嘅时间呢，喺我哋先练。因为我哋呢脚一弹，我哋呢数几简单，我哋数那交叉表下去，腰骨转安尼嘅。我哋呢腳一利用我哋呢腳一彈嘅時間，要彈呢，我哋先可以講更加我眼神呢重量伫左伫右腳，我左腳表上來，我很確定講我左腳有表上來，喺冇乜樣呢，我安尼。安尼喊都講你嘅調嘅比下來食東西，按等東西都走下來，我冇食到哈。變咧所以講，我哋咧腳表上來，唔係兩隻腳表上來，我更加有眼神咧從兩啲右腳嘅時節，我左腳都表上來，表上來時節，我天天咧企啦下，到我哋咧思維是顧下去，天天咧有冇？天天嚟，安尼天天嚟跳時節喺我哋咧腳趾墊好起來，腳趾抬好嚟，腳掌又好嚟，用我哋咧腳趾腳盤咧腳趾嘅前面，天天嚟表下去，安尼我哋咧眼神我講到過輕盈安尼東西，所以我哋第一做時節咧，我哋咧腳，更加我係右腳，我眼神咧從了第左腳，我右腳咧，你看我右腳嘅腳趾。然後呢，我那腳趾掂好時，我企啦下坐下去，稍微坐下一個，我天天嚟看哈，天天嚟，你喊都講我一個調位比當行比下來，落實的時節，係安尼強強嘅安尼跳，強強嘅跳呢，係用我哋呢腳趾嘅前面第個跳哈，第個跳，也係四方腳，數呢，嚟嚟呢交叉，數係安尼。腰骨轉，數嘅時節，彎嘅時節，下去轉，也係數同眼神嘅示範。我哋一樣講，講下一樣嚟調戲呢？調戲，譬如講，我數出戲嘅時節，我哋預備時節，我都先吸氣，調好嚟我數表下嘅時節，我都起頭出氣，我轉腰骨轉。我吸氣，我數到轉來時節，我要起頭要吸咧，吸放起來，我出氣嘅時節，數出氣嘅時節，我透氣，吸放起來，透出氣，起頭透出氣，我一轉腰骨嘅時節，我都來吸氣，起頭吸了，我要恢復數腳，變咧我數腳按落來先連發動作來做咧，譬如哋講我數。做嘅時節，我數交叉，我腳先安尼點頓嘅時節，我天強強嘅跳，一跳嘅時節，我示範，我都先講我先坐下去，我強強嘅，撞下去，轉腰骨，頭拿呢停頓數轉，我腳呢，我記得我眼神咧從了，一天二點我哋前腳嘅時節，我那數後腳。後腳數方咧，我數呢前面的數綁到轉來，綁轉來的時間，我係要做另一片的動作的時間呢。我記得我係強強的，鼓一些下去，我強強的跳放起來，數到綁下去，眼珠看下背，我腰骨一轉，我用像譬如講我慢動作一樣，我用腰的。使我腰嘅胸前、肩頭都頭拿，都轉嚟後背，轉嚟後背，我要跪到轉嚟，確定講我眼神
咧重量伫前脚，我数右脚，我右手拿对前面，拿对前面的时间，我有一个预备动作，我要等等讲，我要跳上来，我右手要向前面的时间，我都要等等来讲，我天天来跳上去来，我右手下去，右手下去，我看下去，我眼神的重量伫前面。我用那只转，我用我腰，四骨转，腰骨转，向前转，转到肩头上，到肩头那，看得到后背。看到后背时间，过来要数脚，我眼神归了我前脚，我数左脚，后背脚数到转来，我前面的数拿到转来，前面也准备讲。我另一片在做的时间，另一片做的时间呢，我都两只手交叉，交短，我强的跳上去来，左手伫前面，右手伫后背，同样我四骨痛，腰骨痛，转到腰的转，向前转，肩头转，都爱肩肩头拿转过来，转过来以下呢。停留好诶，我爱数上起来，我对呢，我对我后背脚数喺前面，数呢对前面绑喺度交叉贴蹲来，也要准备下一个动作。所以我哋下一个动作跳嘅时间，我注意讲，我跳嘅时间嘅活动力，强嘅表放起来，用我哋嘅脚趾。腰骨天天来转，转来到头那方，头那方过后我等多转来，我等咧后背脚数下来，数到前面，前面的数绑喺到前，数右手的地部当方，我哋准备我哋在下一个动作嘅时间，也行到讲啊，我哋眼神准备样嚟跳上起来。再样来转，天天来转，转来到后背，数上去来后脚。观众朋友，我讲，刚我跳去有个脚嘛，慢慢来嘛，也可以夹，也可以慢。夹的时间，我哋慢的时间都讲啊，我跳上去来，我哋准备的动作，跳上去来，数下去，起头跳出来。转的时间，我吸气，起头吸放起来；我数脚的时间，我起头又吸放起来。我跳的时间呢，要准备动作；跳的时间呢，下去，起头跳出来；转的时间，起头吸气，再数到转来，吸气，吸放起来。准备动作，跳下去，转，吸气，数放起来，交叉伫我哋咧下数放，我哋同样，我哋天天嚟强嘅跳放起来，跳好来，我哋咧眼珠看下背，腰骨转嘅时节，眼神转，头脑停顿嘅眼神转，看后背。我哋数后背的脚数放起来，前面的数也同样数得到，两只手交叉，强的跳放起来，腰骨转，数后脚，前数面数放来，两只手交叉，强的跳放起来，腰骨转，数后脚，前数同样数转来。强的跳，转腰骨，头拿也看后背，后脚数放来，前数也数放起来，两只手同样交叉，眼神呢，脚呢，强的跳放起来，转腰骨，数后脚，强的跳，转腰骨。数放起来，强的跳，
转腰骨，竖后脚，轻轻的跳一下，转腰骨，竖后脚，轻轻的跳。今仔通做呢做得多樣，觀眾朋友有記得無？係有記得呢，屯屯先生共下來做，好好啊來運動一下，我哋呢眼神團結，精神會更加好，我好好運動，我哋下一次拿來了。